好厝卡倒的吼，鼓手的后空比波就好，这有波的动动无强用的剧团啊，含迄戏剧的演出，互本大家知哦。像今日你来设计就会空用唔用力吼，今日你们动欢喜有到有唱到的透演，还有演来到现场吼，刚才有讲到的空用吼飞卷啊吼来做呀演出的时间吼，其实没有啲客家天师没有做过戏系冇？系啊，但像迄舞台剧啊，其实啲做呀戏剧啊吼，啲天师风的天师剧吼，没做的动动吼。冇动作啊，有也经验呐。不过我以前喺戏剧系毕业，啊，伫台后的时间，学的迄个舞台剧的表演。啊，舞台剧它会把比如说情绪啊、表情啊或肢体都是放大，对，跟影像的表演其实很不一样。因为影像的动群咩，在一个框框里面，所以你要怎么在这个框框里面，然后很细微的把那个情绪可以表达，其实感觉是很不一样。就像发面红做的看到的，头发剧照的时间，可能有动到很内心戏吼，动内敛的部分吼，就会啲细细姜条底度就会走出来吼，係真冇香用的。冇香用。不过啲做呀戏剧的时间，也看到係舞台剧就较夸张一些的吼，较太一些的。不过唔係講舞台劇冇內斂戲啦，其實沒有。其實佢喺動作上啊，佢喺挑戰咩係有冇香用嘅方式係冇？係啊，因為佢像個舞台嘅時間，有個舞台動態，像6月28號要去苗栗的中山堂演出，那它就是很大的舞台，在这么大的舞台，你要怎么样让所有的观众都可以看到？对，青跳表演你，有上还有流档哎，对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放大，然后才可以投射到所有的观众身上。对，可是相对的影像的话，它就是反而是往里面缩。对。你可能喺较太像数字较太发，粗框有冇？像人家它就粗框诶。台北我有100即拍客台戏的时间，因为我台北冇也经验啊，导演就一直跟我说，太多了，可以再收一点吗？可以再收一点，太多了。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抓不准怎么样子放跟收。对。不过虽然讲吼，迄样舞台剧。老爷天师吼，迄有太细的字本就错嘅。不过像刚才有讲到的吼，也舞台剧没有太细重体的问题啦。像刚才一开始说讲也顺利的时间啦，吼，啲活动中心的时间没就较太啊，可能迄 visual 没冇清好啊，嘛个设备啊冇好啊。不过谈讲也係2012年开始吼，就用呢剧团吼就开始来做咧售票的演出的吼，去买票的就错嘅。买票的时间可能对这家戏剧程度就会来做咧较精致一些的、较精朴的，可能杀批啊嘛，就会一家准批，也没有好处，没有唔好的素材，系冇？其实在，就是2012年，我们后面在做售票的演出的时候呢，的确就碰到这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经费的这个挑战。因为在校园里面，我们毕竟它的对这个是合作，所以在经费上面我们压力不是那么大。但是在售票演出呢，其实它的舞台就要华丽一些，服装、灯光这些每一个项目呢，它其实都牵涉到这个很庞大的费用。那在还没有观众售票，观众基础的时候，就是观众还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我们愿意买票看我们的戏之前，可是这些投资就必须要进去了，所以这个是闲存啊嘛，大家都爱。对，像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钱，这个是很大的压力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，进到剧场里面，既然要观众花钱买票，那么做的演出本身在这个内涵啦，在演员的表演啦，等等，都必须要提到一个比较精致的状态，演出的这个内容，这样才能够让观众觉得说这个是值回票价的事情。你总不能观众买了票以后，结果回去以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路边看到的表演都一样，那这样子就没有那个价值，但是观众下一次下一次他就不会买票了。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替长远的未来考量。2012年都也还好，可能算起来张年人的时间呢。唔知道有固听的观众朋友的冇？冇反正对2001年开始，可能喺成立开始，就这位动到的校园演出啊，校园的巡回，很没有动到小朋友就抵动人家的剧团啊，转做变做售票的时间，每位继续来支持的冇？
哦，其实这个本来我们也是这样期望，嘿啊，就是我们在全省宣传按旧哎，对，做了好像很长远的这个宣传，是3年呢，对还贵社会发没有国中哎哈，对，就太嘿啊，都太严呢，还太好嘅，对，好像我们以为就是以前在校园里面培养的观众，那么等到我们再出来售票的时候呢，他可以转做我们售票的观众，但是后来发现对没那么简单，对，因为其实，在校园里面看戏的这群小观众呢，他们都是免费的一群观众，对，都不用钱。那么现在要他们掏钱出来买票呢，其实在习惯上面呢，他们并没有这个习惯，而且在外面售票做演出，其实决定权买票的决定权还是在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才会买票，那跟小朋友其实不太有关系哦。对，所以开宁呀部分，对，所以我们其实，在外面做售票的演出呢，后来宣传的重点大概都是放在爸爸妈妈身上。那这你吃的吼有懂到你吼会吃到呀唔是钱的东西清后啊嘛个，唔讲爱吃的吼含迄一类。概念啦，就会使用者付费。你做嘛该爱来买票，可能係互相的，就像买票會花錢嘅，可能佢主辦單位啊團體就有責任，做得愛做動靜資動好，可能戲劇本看，可能有動到你知道啊，我就看唔是錢嘅就好嘅啊。不過有時是唔是錢，其實係嚟推廣啦，吼，就係希望大家做得開始來看一下啊，上來咧過來吼來開始來買票嘅時間，其實伊咧劇團咩去經營啊，經營咩係輕鬆幽默，一把13年的歷史，係冇。唔過廿幾年吼來做咧安尼改變嘅時間吼，從一下沒有年齡嘅時間，其實係有一系列觀眾嘅啦，吼。對，當然保守一系列，累積還是有這樣的觀眾。其實我們在開始售票之前，我們在台北市的孔廟，那個時候在台北市孔廟呢，跟孔廟合作，有1整年的時間，我們做了這個孔廟傳奇3部曲。在那個時候呢，我們就等於是把這個儒家的思想在那個地方。利用那樣的一個舞台呢，去做一個呈現。結果我們現在很多觀眾都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培養起來的。那個時候他其實也是不用錢的因為跟孔廟合作嘛。但是他等於已經是在社會上面做的一個正式的大型演出。那有很多觀眾呢是看了那樣的演出以後，他對劇團產生很大的興趣，所以隔年我們開始售票的時候。那一整年，對他們就繼續支持，所以我們第一批的基本觀眾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。哇！咁所以廿8號我哋做本睇架看呢，也空用唔用年吼，家下吼其實有講到廿在戲劇度，其實係喜劇成分沒動到啦，沒有動到教育嘅意義啦，吼。不過從廿飛卷啲度吼嚟做咧空用嘅部分吼，聽講廿下禮拜吼就會嚟做演出嚟咩吼，你咩排練動到擺嘅，你知道？下禮拜2嚟做一空用吼，第1擺嚟挑戰，誰來個成也係有心情哦。聽說嚟講有心情，唔過你做有做乜嘅準備冇？當然有啊，就是花動到嘅時間啊，精力去排練，同導演還有其他的演員，討論劇本的部分，還有練歌舞的部分。衝跳哦，有衝跳的部分，才知道那個就是唱跳的歌手真的還要肺活量的懂。對，而且唱跳完之後，馬上要接回戲接台詞，就會想，好，第一個不是我，因為好喘，對啊，所以真的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訓練的部分、排練的部分。唔過也咩愛看吼，因為唱也套演吼，就會知道也演嘅隨跳啲來。係冇就會做得本飛卷做去做研究嘅，做唔得唱起本台詞聽聽，本你冇強用嘅挑戰係冇。按字對啊，也是一個新的不一樣的有趣的地方。因為可能有動到人做呀太年嘅戲劇嘅時間後，就做動到感情戲啊，可能係聽聽嘅內斂嘅戲劇較多一些。做4年嘅可能捱看過嘅吼，太有就會走來走去啊，愛來發跳一系列較多吼，係冇？係啊，因為4年呢吼，佢嘅視覺性嘅較強，較強啦。因為這就是如果你定在那裡沒有動了，他就說不知道在剛對什麼對，所以要動來動去，還有個兒童就會有動到同4年互動的部分，像個孔勇呢有就直接下台，然後走入觀眾席，讓觀眾跟我們直接的接觸。這個時候小朋友就會覺得哇很開心，就會覺得。
跟演员是在一起的，很有比较有办法融入。嘿，从个太年的戏冇共用的。因为家家有人吼，就看到有当到像人偶啊，像呀八面红的吼，咩看到啲下台吼，本大家来做咧互通就错嘅。小朋友吼，可能會對舞台當方唔就係共用啊，因為啲藝順通咯，尤其係有啲人偶劇嘅時間，哦，因為啲伊咧萬年白雪公主啲藝嘅身邊啊嘛，係有冇共用嘅想象空間嘅啦吼，可能也下看到飛卷姐姐因為伊共用咯，係啊，嗰種人家就啲下台之後吼，為老小朋友嘅互通吼，為有小朋友反應為冇共用嘅冇，為有看到唔係強，係強戲。希望共用嘅哦，會講，有的會講戲，會看個角色冇共用，有的角色譬如說這個有的是鱷魚，像上禮拜演了鱷魚的戲，小朋友可能就鱷魚感覺很可怕，可是如果是小兔子的話，他們就會真想要跟你玩，對，所以也要看你在裡面的角色，可是基本上新年就會有新年看到係人家講嘅鱷魚啊，嘛個要叫嘅嘛，可能。因為要動到太年吼，家家看到吼，就下台歌曉吼，要動到啲景色吼，啲動奇怪，就係太年下爸爸媽媽吼，就會突然那些視頻，嘿，老那個鱷魚哥哥照相，鱷魚哥哥，沒，可是就是爸媽覺得哇。趕快去照個相啊，做個紀念啊，去紀念啊。唔過小朋友其實係動講嘅吼，有的會講嘅，對，係冇共用嘅吼。對，因為小朋友呢，他其實在分辨現實跟推檔老推下係冇共用，對，是不一樣的，所以他有時候他搞不清楚什麼是假的，什麼是真的，他可能覺得看到的都是真的。對，那在台上演出的，像我們上個禮拜昨天才剛演完一出戲叫《鱷魚先生肚子餓》，那這個裡面就有一隻擬人化的鱷魚，其實它造型已經做得很可愛了。但是小朋友一想到那個鱷魚，就覺得啊好像很恐怖，所以當那個鱷魚它下到台上跟小朋友互動的時候，有的小朋友只要看到它接近，然後就開始哇就開始大哭了。對，真嘅。唔過日擺唔會安尼啦，吼，係就共用啦，係人啊，吼。不過清明吼，就來唱一下也團眾吼，來大家小記下日擺共用唔用力吼，係 nice 嚟做一個演出嚟。好，我們是6月28號啊，星期六下午2點半的，我們的首演呢是在苗栗的中正堂。家下有廣告嘅一隻天鳳動態吼，咩動好係冇？對，故所以啊，飛卷我嚟用黑巴來講一擺。6月28號，喺咧苗栗中正堂，中正堂吼嚟做啲演出，歡迎大家來看戲哦。係哈，嗰陣時咧就做得看到吼，呀飛卷變做咧共用哦吼，送來吼共用唔用力吼，係用嘅咧戲劇咧就等大家來去看啦吼，今日吼同感謝來唱到嘅團眾，還有飛卷嚟到現場，什麼？好，呀下吼就可以下，等下就停欣賞，向下來做運動了。